日去介紹嘅係南春公園，夏天嘅草地俾人休息，嗰度仲有長椅。係，呢度仲有一條緩跑徑。沿跑徑嘅沿途，你可以見到好多好靚嘅花，而且喺緩跑徑呢度有好多樹，相對陰涼。總而言之，南春公園呢個地方景色優美，環境宜人，非常適合一家大細嚟玩。